有些人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买单。我觉得我做科普也科普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我相信关注我的粉丝他应该也知道，买房子他水很深，他自己也要知道那些质量有很多问题，包括开发商的态度非常强硬。但是有些人还是非常抱着侥幸的心理，交定金之前认识了我，交定金之后找我去测，测出来漏水了，现在又找开发商要求退房，然后要我去现场帮他协调。我能怎么协调嘛？协调不就是脸皮厚着在那里哀求开发商把那个款退回来吗？那开发商最后呢也是说可以把这个款就申请一下，帮他退回来。就是我觉得，如果说你真的不懂，你可以付费，你可以找别人去，你不要自己在那里瞎折腾的，越折腾花的又越多。如果说你决定是要自己去看，你可以把我的视频多刷一刷，包括什么套路、什么样的一些质量问题，我的视频里面其实说的已经是很齐全了。你认真去学的话，甚至你可以自己出来做检测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们就是这樣，就是我的脾氣又不怎麼好，我真係好厭蠢咯，我真係覺得呢啲嘢有啲人講極都講唔明㗎，個腦都唔知攞嚟做咩嘅，攞嚟生草嘅，都唔係攞嚟用嘅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唔鬧你哋啦，鬧極都鬧唔聽嘅。